哇，呢部咩車嚟㗎？搞到華哥瞓晒身嘅。冇錯，佢就係極品飛車8女主角同款，東京漂移 DK 同款，頭文字 E 迴旋車隊池田龍次同款，俗稱 GTR 表妹嘅日產 Vanity 350G。車主係一位標準香港型男，佢係 Facebook 關注咗我哋好耐，今日終於有時間揸架車過嚟。車主話駕車之前喺日本經常刨雪地，底盤已經有一定嘅腐蝕同生鏽，返到香港之後一直都冇時間冇機會處理，所以希望我哋可以幫到佢。真係唔睇唔知道，一睇嚇一跳啊！除咗日常刮底之外，裙腳有生鏽，成個底盤都有唔同程度嘅腐蝕，而且連伊螺絲都腐蝕到變晒形啊！真係替車主心痛啊！趁有時間，嗱臨做個方案俾車主先。車主睇咗方案之後，亦都了解咗啲詳細嘅情況，最後決定等架車續咗港車北上之後就過嚟。想知道架